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日本政府要送予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下晡已经送到桃园机场嘛。另外，美国要提供700万剂的疫苗，予亚洲国家台湾包含在内。标力的警官电子发生群组感染事件，快筛阳性人数一直增加，指挥中心也决定要取消标力设先进指挥所。今年头一个有发布陆上警报的风彩云，加上黄山雨，气象局针对着15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讲到日本政府初时早起正式宣布要捐予台湾124万剂的 AZ 疫苗，而且袂甲台湾收钱。感谢台湾因过捌甲日本斗3天，对日本送来疫苗，但是中表示已经伫下晡送到桃园机场嘛。另外，美国也宣布讲要捐700万剂疫苗予亚洲的国家，内面也包含咱台湾。咱的外交部也对日本甲美国拢表示感谢。アストラゼネカ社製のワクチン124万回分を無償で台湾側の窓口機関であります台湾日本関係協会を通じて台湾の人々にお届け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日本政府初时正式宣布，因为甲台湾的友谊，免费提供台湾124万剂 AZ 疫苗，作为过去台湾帮助日本赈灾回礼。初时早起由日本航空运送，下晡飞到桃园机场。政府一直都有在努力啦，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陈市长记者回应，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这批疫苗只是第一波，后续还佫有更加多。产经新闻也指出，这批疫苗无透过 COVAX， 真紧直接来台湾。背后关键就伫个顶个月14，驻日代表谢中廷甲美国驻日本大使，加请安倍首相辅佐官等人伫个外地食饭。美日台三方促成，背后也有对抗中国疫苗外交的意思。同时，初三美国也宣布关键疫苗细节，其中也包含台湾。We made the decision to share at least 75% of these vaccines through COVAX. This will maximize the number of vaccines available equitably for all countries. Our approach also prioritizes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李强网站公布的疫苗分配计划，700万剂疫苗透过 COVAX 到亚洲，其中包含台湾、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详细数量无公布，不过真紧就释出。厂牌包含辉瑞、莫德纳、甲乔生。对美方在我国政府跟人民全力对抗疫情的时候，他们及时的伸出援手，外交部我们表达诚挚感谢之意。对美日捐疫苗，外交部表达诚心的感谢，台日友谊真坚定搁真深，彼此当然马上伸出援手。总统府也表示感谢美国拜登政府对台湾支持，台湾确实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新增加339个本土病例，到正当来有133个，增加21个人死亡。另外，这个苗栗的疫情也当咧严重，也伫咧当地成立苗栗的前进指挥所。日本政府捐予台湾124万剂的 AZ 疫苗，已经送到桃园机场了。那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今天我们要公布的案例总共有474例，那2例是境外移入，那其余是本土的339本土的个案，那回归的是133例，那整体还是以新北市227例最多，台北市的152例，那新增的比较多的是苗栗县，是苗栗县。所以早上我们特别也派我们这个王必胜执行长。率领我们4位的那个防疫的医师，那马上进驻。今天早上已经到了到苗栗成立一个前进指挥所。那这个飞机应该是已经着陆了现在应该是正在由这个相关的仓储的作业已经在展开。那这次这是日本政府提供台湾124万剂的 AZ COVID-19 的疫苗，我们非常的感谢。来说，其实它的效期还算长，应该有到10月去了，到10月中，好像是10月14日。
伫咧苗栗竹南的警官店主发生群聚感染事件，到初三暗时已经快筛1900多人，有51个人出现阳性，而且已经有45位员工来确诊咯。苗栗县政府认为讲，这情形是无讲介乐观，疫情指挥中心也决定要派专家去到苗栗设前进指挥所，下晡就会开始准备。来讲到台中的部分是对初四开始有设置疫苗站，会加5000名前线的防疫人员大先注疫苗。员工一透早就坐游览车到竹南厂区，警员电子7300个员工初四继续体检。根据苗栗县卫生局统计，到初三暗时11点为止，总共已经体检1915个人，其中51个人阳性，阳性率有2.58%。目前快筛阳性者已经伫宿舍隔离，也进行 PCR 检测。若针对移工宿舍群聚案直扩大，警员电子议员表示讲，暂时未停工。所以我们的全面筛检的目的有没有？就是就看这个空室有没有场内的这个不会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发生。因为要天公司是体大，国际还有国内客户生产的一个规划跟管理啦。警员电子强调，为了防堵疫情扩大，厂区已经分流分仓。根据苗栗县卫生局的记录，警员电子初一敢若2个外籍移工确诊，接落来初二、初三疫情爆发，其中确诊者侪是外籍移工。到今已经有45名员工确诊。苗栗县府目前对警员电子的移植发展并无乐观。若台中初四是开始测试疫苗快速注射站，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打疫苗，就是因为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同事跟家人。除了医疗院所跟卫生所以外，我们也在台中市第一波加开66个疫苗快打站。那今天呢就开始启用，并且进行实兵演练罗秀燕表示，为了配合台中市所落来大规模的注射计划，头一批规划66个快速注射站，伊个逐工会当替2万人注射。初四也要替警消、医护、环保、村里干事等等5000个第一线防疫人员注疫苗。若发现场地或者是相关流程有问题，就会随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国的3级警戒是延长到6月14，不过6月14过后，敢有法度解除呢？就医生认为讲要降到2级的机会是增加，上无阁爱观察1个月。另外，针对着国内疫苗不足的问题，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讲要用关电话行动来抗议政府。国内疫情严重，疫苗正做予疫情转好的希望。即嘛包括日本、甲美国，所落来拢会提供疫苗予台湾。医师讲，即嘛疫苗的数量增加，自的比率提悬了后，会当甲疫情压落来。不过防疫措施也是袂当放零。像英国这个像美国的资料，那打1剂以后就可以发挥部分的一个保护效果。虽然说有疫苗接种率是以60-70% 为目标，但是如果你的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一个程度，而且你还是有持续去进行一些防疫措施的话，大概就是可以控制疫情了。医师表示，目前国内疫情为长照机构到科技厂逼出群聚感染，病毒一直伫社区内底挖来挖去，社区内底但是也有病毒。感染的事件都会一层过一层，要伫6月14恢复到第2级的警戒，其实是真困难。苹果还阁需要观察几个礼拜到1个月的时间。现在的病毒所在的量太广泛了，我们如果勉强回到2级呢，很快的病例会增加，我们就得强迫回到3级。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赶快打疫苗，让疫苗的接种率的覆盖率赶快快速的提升。那这样才有可能在2个月之后呢，让这个疫苗的效力出来，我们的情况才能稳定住。因若国内疫苗无够的问题引起民众的不满，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请专门伫6月初6暗时8点的时阵，做伙甲电话切互花1分钟，抗议蔡政府坚持袂放行民间采购外国疫苗的行为。杨志良表示，即届日本送的124万剂 AZ 疫苗，并毋是蔡政府的功劳，是台湾人民甲日本人民的友谊，是日本人感谢311大地震的时阵，台湾人捌甲因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国内本土病例是一直的增加，疫情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最近疫情犹原真严重，而且佫出现外籍移工群聚感染事件。疫情指挥中心也提醒地方政府，就要赶紧做快筛，找出染病员工，而且内政部也呼吁讲，厝头家袂当因为厝骹染病就甲人赶出去，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15万。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一直升悬，已经连续2礼拜，新增加的病例数超过100例。另外，新北市中和印刷厂、甲苗栗金源电子厂拢标出移工的群聚事件。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疫情还阁伫咧高峰期，社区传播的风险持续咧加悬，特别提醒地方政府，若发生群组感染，就要赶紧完成体检，隔离感染的员工。提醒各地方政府，如果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应该要尽速完成筛检的作业，以确实进行相关隔离作为，并要求企业团体落实员工自主健康管理。若国内疫情要持续维持3级的防疫警戒，为了依护细厝的人的权益，内政部呼吁厝主袂当因为厝骹染病或者是居家隔离，就拒绝依赖大。若是违反规定，上重会当罚15万。房东不可以以房客因为染疫或而拒绝其居住，也不可以有因为其居家检疫或等等的歧视的做法，来影响他合法租屋的权益。陈宗安阁一概提醒民众，5日节年假就要到啊，若非必要，唔通搬徙，暂时唔通返去故乡，会当用视讯的方式来甲厝内的人相照问。中央嘛请高铁甲台铁发车的车座降到2成以下，也若卖场甲传统市场的人潮也是真济，地方政府应该要落实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下晡新闻要替咱观众朋友整理全台湾各地头本土病例增加的情形。今日是增加341例，其中境外病例部分有2例，本土病例有339例，校正回来有133例。那讲到这个增加死亡个案的，也有21个人死亡。另外，伫咧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是增加227例，台北市有152例，苗栗有51例。桃园市有11例，台中含嘉南拢增加7例，彰化部分有增加6例，新竹市含南投拢增加2例，宜兰花莲、新竹市、高雄、屏东县、嘉义县、云林县拢是1例。目前咱台湾已经有10446例咯，本土病例部分已经有9248个人感染。咱继续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消息吼，讲到台北市长郭文哲伫今仔日讲，若准逐工看本土病例数量是无法度随来做判断的。伊也强调讲，台北市是用快筛阳性的数量来做预测。另外，日本今仔日送到台湾的疫苗部分，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搁在呼吁中央，讲这湘北地区是上界严重的，分配疫苗就要有战略的规划。台北市本土疫情炭烧，染病人数超过2000例，正做是重灾区。针对中央逐工公布确诊人数甲校正的病例，市长郭文哲初时提出意见，认为安尼做真歹即时判断疫情。观察台北市逐工快筛阳性的总数量，通更较准确去分析疫情。在现阶段要看整个 picture 最准的，恐怕是每天快筛阳的数量。辛苦哈，愿大家辛苦，好疫情好好。新北市长侯友宜初时是拆防疫车队的消毒基地，因应疫情的炭烧，再送量能真安导。新北市整合消防局、交通局、卫生局的资源，组织是新北市防疫车队，包含防疫巴士、防疫小巴，还有防疫客停车，计共114架车，还有160名稳健的加入，已经协助1431位民众返去厝里。为着保护司机的安全，市府也协调空间，加做是消毒站。也若新北扩大设体检站，也有热区的防疫中心，用这种方法来抵挡疫情，但是确诊数字依然降不落来，引起外界质疑成效不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更加低度的活动，落实我们的防疫的规定，尤其在整个重热里、高危险的地方能够出来快筛。双北的疫情如果持续升温，没有办法压下来的话，那每天基隆、双北这么多民众在流动，我们实在压力非常的大。好，所以我一再强调，这个要趋于联防。侯友宜呼吁民众活动得搁爱降低，针对日本提供124万吨的疫苗，侯友宜强调讲，湘北是第1级战区，呼吁中央分配疫苗要有战略的思考。基隆市长林右昌就直接讲明，湘北的疫情无转好，基隆的疫情虽然得到控制，但是强调首都生活圈应该要采取驱疫做伙抵挡病毒的策略。呼吁中央基隆的疫苗分配也得要比较湘北和桃园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就已经是大母人、大母姐啊，就要管好家己，千万唔通做防疫的帮派。伫咧新北市有一个当咧居家隔离的查甫人，初三暗时，却竟然偷偷驶车出去，落尾警方也甲伊押回去处理，而且也甲伊移送卫生局裁罚。警察大声喊这个人，叫伊拍咧。
因为这个姓陈的男性是居家隔离者，煞违规驶车出门，不过也是去互警察抓落来拘捕到案。警察还佫发现讲，伊出门的期间有发生车祸，不过伊煞是车驶的做伊走。接获卫生局通报哈，有居家检疫隔离者，离开居家范围，警方立即至居家隔离者住处寻找确实不在家。警方调查，这个男性因为因女朋友确诊，当地隔离。这个男性甲伊动机去用苦力做居家隔离14天，煞驶车伫住所附近踅来踅去。围捕到案了后，要求伊家己穿隔离的装备上车，甲伊押倒去引导。后续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其动态，立即出动警力围捕，以2车包夹方式顺利将该人送返家，后续将检附相关资料，依请卫生局采罚。另外，邦桥分局一个警察确诊，同组的9位警察采检全部是阴性。分局嘛，伫咧这2天针对大楼抑佫有使用的车做3届的大消毒，确保办公环境的安全。嘛，且警察局负有对等等的单位来协助，以期勤务会当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咧滚价，高雄市餐饮甲运输业的损失真严重，业绩上无落5成以上。高雄市政府也推出着高雄好家在互相纾困方案，结合线顶点餐平台以及着计程车司机替你送，市政府也提供车钱的补助。不过，有司机认为讲这钱伤过少，参加意愿无讲解决。客运车等伫排班的所在，现场5台车有3台无爱载客，因为有时阵等几工业绩也是零。市府统计，疫情升温以来，高雄餐饮业平均业绩减5成，客运车更加是将近要8成。为着帮助业者渡过难关，创立了互助的纾困方案，结合线上点餐的平台，餐饮业甲运输业，仿做是外送平台的模式，但是送餐的人变成是运价，只要落单满499块，市府会补助85块的车资，超过的钱是由下单价来负担。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桌子越擦越干净，但是客人却没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回来。这一次的疫情，它不会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是需要长期的抗战，让大家在家里宅的时候可以享受到平常喜欢去的餐厅的美食，而且还跟同事可以帮司机大哥度过这个难关。鼓励民众唔通出去，市府推这个方案，希望帮助业者。不过有院长认为，虽然是好意，但是1.5公里内底补助85块，等于是起跳的费用，帮助其实无大。因为阮有电视阮上爱就是讲会当接到长途长途客啦，无阮一届等2-3点钟，再85块，佮倒转来等，安阮袂好。咱这个系统啦，愈做愈大，生意会愈来愈好啦吼。这点我们甲咱司机老大哥吼，甲咱的运将朋友吼，大家表示感谢，大家拢非常的辛苦阮来做一个滚动式的检讨。对了这部分，市府表示会滚动式来检讨，但也是鼓励民众加来使用。用量有一定的比例，业者咪当领到更较侪钱。只是这个平台目前只伫高雄使用，市府会鼓励其他的县市做伙来参与。记者王柳婷、林昭宽高雄报道。讲到即马外口有的所在，雨是落甲皮皮叫，轻度风台彩云近挖着南台湾。气象局伫昨暗在短半左右，针对着恒春半岛、屏东甲台东地区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风台彩云的暴风圈中昼过后，会影响到台湾西南方的海面。气象专家也提醒民众讲，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气象局也针对着全台湾15县市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台东沿海直到东北角沿方面地区风险明显增强。中气象局预测，轻度风台彩云暴风圈，测试礼拜5暗时会切过恒春半岛。屏东县政府早起9点成立在海应变中心，预计开设。往来东港甲小琉球交通船停开，民营船下晡5点最后一班全部停开。班次也缩短，提早来，因为没办法过去。轻度台风是还好啦。这2天大部分船拢伫港啊嘛吼。差不多拢伫港啊。台东渔民差不多全部拢入渔港来闪避风险，除了家属也将抓到鱼赶紧搬落船。根据气象局预测，轻度风台彩云路径早起10点，伫高南偏西南平290公里海面上，往东北平耍鱼。预估下晡力度南势由8到9级风，尾暗的定路深暝上大沿到9到10级风。
中南部甲东南部会陆续落雨。然后7级风的暴风圈也在傍晚前后会影响到我们南端的陆地，横穿台东、屏东地区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不止爱4级风台，气象专家提醒台湾北部黄山雨方面，刷气会较灰，将头对台湾天气的影响，恐惊比风台更较大，带来旺盛西南风。位于礼拜5清明到礼拜6、礼拜7有可会出现大水河等级的落雨。北边锋面呢，这个其实是压力比台风还要来得大。预计全台湾在礼拜6、礼拜天这2天是雨水最大的时候，可能呢这个降雨呢机会非常容易解旱，但是也几乎是近于致灾的边缘。气象局针对全台15县市发布大水雨、大雨特报，专家提醒。中昼过后，大台北地区有短暂延时强降雨，有5台北市各行政区、士林北投以外，降雨的强度可能会达到大水河等级以上。台北市政府呼吁各区地区的民众要提高警觉，会伫12点先成立紧急应变小组，随时应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历史事件已经32年啊，台湾甲香港拢有纪念活动。这回香港政府用到这个疫情做理由，禁止举办历史集会，甚至甲暗示民众会当用浙江首页支联会副主席抓起来，讲伊是犯着涉嫌宣传无经过批准的集会。咱的陆委会是搁再呼吁中国，着爱会记咧历史事件的假释，展现民主政治体制甲改革决心。历史事件32周年进前，民团伫自由广场摆出89历史甲32这2组数字来悼念。英国伫香港嘛有悼念的暗会。不过2020年，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理由发出禁令，今年嘛同款搁一届禁止集会。根据几个香港媒体的报道，香港警方测试伫几个所在部署兵力做戒备，而且捌讲要去维多利亚公园的支联会副主席周行同。测试早起去互逮捕，而且互指控涉嫌公布或者是宣传无经过批准的一节。伊有捌讲过，浙江首页是真重要。I think the candlelight victory is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to Hong Kong, to China. 我覺得呢個完全係自由嚟嘅個人嘅行為，我哋冇辦法能夠係禁止嘅。就算我哋支聯會常委嚟講，我哋好清楚就係唔會有任何嘅集會行動。面對嚴重嘅情勢，已經互抓入去關嘅支聯會主席李道仁喺人面前講，今年歷史希望點到6隻守護基地，呼籲大家用家己嘅方式來悼念歷史。因為前幾天支聯會歷史紀念館去互調查，互指控無申請公共娛樂場所嘅牌照，所以因決定暫時關起來。紀念歷史嘅活動一直受到打壓。唔但安尼，香港政府佫警告市民唔通用頭毛來刺會。你係去喊呢個打倒一黨專政嘅口號。而呢個喊呢個口號唔係淨係單單喊呢個口號咁簡單，而係有一個組織性或者有個策劃，希望去引致係好多人都認同你呢個咁樣嘅顛覆國家政權嘅目的嘅話咧，咁你然後至會有機會干犯到國安法。陸委會呼籲中國應該好好思考歷史事件帶來的歷史教訓，才會當展現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中共當局迄今仍未正視6四事件的歷史啟示，仍然迴避省思、坦誠道歉。我們表達遺憾，我們也呼籲對岸應具體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改革。陸委會指出，敢若有中共當局嚴肅思考甲落實社會公義、民主改革，抑閣有人權自由保障的機制，安尼專制甲民主形成的兩岸制度的差別，才會當豆豆減少。兩岸無共意見的情形，才有可能會當化解。記者綜合報道。在8月底就要舉行公投啊，針對着核四廠的公投反對核能的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獲得3000份的連署書，已經送到中選會審查通過，正做公投的反對方。南北兩大辦事處也繼續爭取電視發表會反對方的資格。4個公投案要於8月8來投票，針對編號17案的核四商轉公投案，5月中開始拄到疫情嚴重期間，全國廢核行動平台頂會當佇網絡頂頭募集民眾的連署書，不過有緣募集到超過3000份，過969人的標準。經過中選會審核通過，4號正式宣布要成立南北兩會反恐辦事處。讓我們一起努力闢謠，並且釐清核四的危險真相。那希望大眾能夠獲得充分的資訊之後，能慎思熟慮，
在今年的公投17案可以投下不同意票。反方嘛争取到电视发表会资格，依法正反方会当推荐1个到5个人参加。反方重申，公投就算过啊，核四嘛袂当用。核四公投基本上投一个不能用的东西，然后你纵使投通过它了，它也都不能马上发电。对于你认为现况下台湾电力供应有问题的朋友们，核四也救不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刚刚再次强调，是2030年以后才能发电。对此，推动核四商战公投方表示尊重，支持所有证据拢予外界来检验。针对反方强调，核四重启嘛无法度加入供电，正方重申台湾欠电是事实，敢要用核电应该由全民来决定。台湾现在的电力系统已经是一场灾难，在未来几年之内，台湾都是有缺电跟限电危机的，而且会越来越高。数字就摆在那儿，科学就是根据事实、根据数据。受到疫情冲击，无法度根据核四反对方成立办事处了后，会伫网络顶头陆续推出宣传网站甲文宣，互民众更加了解核四有偌危险。表示民主本来就是安尼，但呼吁反方发言爱负责、爱有根据。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讲到本土病例一直在增加，总医社真悬也烦恼讲，处理遗体的时阵，恐惊会去绑到病毒。伊也认为讲，因爱来大城注疫苗。另外，桃园市政府表示，伫咧桃园市火葬场甲殡仪馆冰库服务的工作人员，也拢已经完成注过疫苗啊。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持续咧欠悬，目前疫苗敢若提供予第1类到第3类的人优先来注。有殡葬业者就烦恼讲，伫处理遗体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风险是真悬，希望嘛会当纳入去优先注疫苗的对象。疫情的关系，我们真的当时非常的担心因为毕竟有一些虽然是一采，它可能是阴性，但是也会变成良性，它传播出去速度是很快的。殡葬业这边的需求大概1000只上下，其实应该已经是非常足以。除了会员以外，我们当然就是优先希望在第一线的接替人员，他们可以去做施打。针对殡葬业者烦恼的代志，市府表示，桃园市殡葬所火化场甲冰库会接触到遗体第一线的人员，已经拢有注疫苗啊。若其他相关做工作的人员，会面对真侪无确定性的案件，同款嘛有去遇到的风险，建议爱立即去刷落来注疫苗的名单。我们也在这个接种疫苗的计划里面，优先让殡葬所的第一线防疫人员优先接种。事实上，我们已经接种完成了。市长郑文灿讲，照传染病防治法，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的个案，爱伫24点钟内火化。若疑似的个案，通报处理的程序同款爱真严格。殡葬所第一线的人员，拢爱穿防护衫、挂喙罨、挂面罩等等规套的防护。目前桃园确诊死亡的遗体，火化的已经有5件，只要是火化场运作会副处理，就会赶紧做火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目前是真欠疫苗，那和美国来比，因注射率已经超过50成，而且因所使用疫苗拢是国际认证过，也开放唔是美国籍的民众用护照，就当伫当地一寡机场甲大卖场注到疫苗。国内旅行社业者也表示讲，5月飞美国的飞行机是卖甲真好，甚至有的机房是拢客满。不过去到美国的目的，有可能是准备开学做生意，敢有人要去注疫苗呢？业者是无来公平。即阵全台湾大约50万人注过有风射，注射率差不多2%，甲非洲差不多，伫咧全球算排尾段。那美国是已经注超过50%，而且当地开放毋是美国籍的民众摕护照，会当伫咧机场、卖场来注。最近中央航空是佮加开直飞美国的航班，自本一礼拜飞3班，即马飞7班。到美国的这个机票的开票量的需求，5月份相较于4月份是成长73%。就我们所了解的航空公司，在5月份的搭载率大约在50%左右，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的时候，搭载率都已经达到100%。旅行社表示，疫情开始断了后，台湾直飞美国的旅游票较无销，大部分拢是商务客。即马毋那6月底进前的票拢无啊，票价也变贵。商务舱一张往回无20万台票卖起来。在旅行社端可能帮客人订票，但是客人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变成客人自己的状况了。若看桃园机场5月到6月出入境的资料，5月下旬出境的人确实有小可增加，尤其5月21、28出境的人拢超过2000，6月初2甚至超过2500人，甲本土疫情爆发之前，逐工出境的人次1500人以下比起来明显增加。若台湾伫咧去年3月中旬，就禁止旅行社做观光团，也禁止因有医疗目的来招人客，准若违规会去罚款3万到15万，甚至吊销执照。记者洪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印度因的确诊人数也超过2840万人。印度政府伫初三表示，当咧含辉瑞、Moderna 一个着交生即款疫苗公司直接讲要甲因买疫苗。来讲到希腊的部分，因是开始甲移民注疫苗啊，因为是发现讲伫咧移民营区内的确诊率也开始伫咧变悬，不过内面只有15%的人愿意注疫苗。印度政府对抗疫情的表现正受批评。造成确诊人数到2840万，全世界第2，也造成337000多人死亡。印度卫生部伫咧初三先甲国产疫苗制造商签约，要买31支有风车。外交部也宣布正伫咧甲美国的疫苗厂谈买疫苗的代志。Government of India has been making all efforts to augment availability of vaccines in India, whether through enhanced production in the country or through supply from abroad. We remain engaged with US vaccine manufacturers like Pfizer, Moderna and Johnson & Johnson as part of this effort. 目前印度9亿5000万的成年人，只敢拿4.7%做过完整的预防针。印度伫咧初三新增加13万4000多例确诊，已经比疫情高峰时阵的一天增加41万多，减少65%。不过希腊移民营区新冠疫情是慢慢伫咧增加。根据统计，伫营区的确诊率已经要到1/3。不过目前只敢拿15%的人想要注防针，当局也开始伫咧移民营区内面注防针的计划。Τις επόμενες μέρες θα συνεχίσουμε να εμβολιάζουμε όσο το δυνατόν περισσότερους. Εμβόλια έχουμε, προσωπικό έχουμε, η διάθεση είναι θετική, θα φέρουμε το καλό αποτέλεσμα που ευελπιστούμε. 联合国数字显示，阿琴海的岛屿顶头大概有12100位寻求庇护的人。希腊政府希望透过宣传注防针的好处，来提升注防针的比率。也拿英国首相强生是伫咧初三注第2档 AZ 预防针。Well, I just had the jab, and once again, I didn't feel a thing. And the program is going incredibly fast now. As you know, we've got about 75% of the country 75% of adult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first jab. 不过，伫最近一礼拜，英国就有5472例Delta变种病毒，已经超过 Alpha， 将做主要感染源。按算伫咧6月2日要解封，英国政府变怎保护民众，防止疫情升源，将做新的挑战。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全世界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到今已经1年多了，各国也开始思考讲，若做疫情过后，应该踮伫厝里办公的可能性。伫咧巴西，有一寡都市居民决定要搬去庄脚大。来讲到美国的部分，联邦政府也拍算讲，要甲200多万名的员工，应该转过是居家办公形态。巴西南部的帕拉伊巴湖谷以种咖啡豆啊，全世界出名。这即马正做想要离开新冠病毒的都市人，刷来这大的好所在。原本住伫巴西里约帕雷斯，因为严重疫情，去年买这咖啡园甲小型饭店，来到这透过网络做相关生意，也佫经营新闻网站。Eu que não tenho nenhuma vontade de voltar para a cidade grande, até porque eu faço meu trabalho que eu tenho lá, os meus negócios, eu faço aqui remotamente, pela internet. 受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巴西愈来愈多人因居家办公，都转去电影生活。过去1年来，敢若是都市郊区庄脚房产的询问率增加7成。目前，美国政府也在研究，互联邦政府员工伫后疫情时代维持居家办公形式。只是官僚機構因為依然有傳統觀念，因為居家工作比正式辦公室工作較會便當，所以接受遠距辦公的想法不如民間企業。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已經部分政府機關願意提供員工伫辦公室以外所在工作的選項，親像農業部，每禮拜要有4天居家辦公，也閣擴大虛擬甲遠距工作地點範圍。
目前经济调查显示，规个美国联邦政府员工的远距工作率已经为疫情流行进前的3%，伫去年达到高峰期59%。其中，伫国防部5角大厦当中工作行政人员居家远距工作比例也为11%升悬到75%。虽然拜登政府希望伫后疫情时代，互全国210万联邦员工应尽可能正做永久居家工作，按个部分特殊工作，亲像国家人事档案中心的员工，因为爱提供退伍军人相关物件，可能得到医疗保健甲丧葬墓地权利等。按过要推动永久居家工作，可能引起争议。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伫咧5月底，新加坡有一台载着几落百吨的这个化学药品加这塑胶原料货轮，伫咧斯里兰卡外海来倒火。虽然讲这火有拍花，不过船也开始伫咧沉。外界上界欢乐讲，这船顶的物件若沉落海底，恐怕是对当地海洋生态是一场的灾难。一台载着1500个货柜的新加坡籍货轮，5月底伫咧斯里兰卡外海倒火，火烧10几天，虽然已经拍花，不过船身依然伫咧庆建，也一直沉落去。船长讲，即马船顶也有350吨的燃料油，正惊讲会漏油。We have kept all the things standby and whatever required, if there will be an oil spill to do, and also the vessels in the vicinity with having dispersants to disperse in case of an oil spill. 穿防护衫的士兵这几天一直伫咧火烧过船身，另外货轮顶也阁载着78吨的塑胶粒，也对着海洋一直拍上花，甚至是飞到柜天顶去哩。Our modeling says that these pellets will basically in about 40 to 50 days will probably end up in Indonesia, and when the monsoon changes, it'll come back to Sri Lanka, to India, Maldives, Somalia. 环保人士担心，鱼甲海龟可能会无顺利食到这款塑胶粒而死亡。所以，规台货船啊沉在海底，内面的硝酸甲燃料油流出来，会造成海层的污染。这正对斯里兰卡目前所度过上严重的定位的环境灾害。We are going to file legal action. I think today or tomorrow we will file that petition in the court, Supreme Court. 当地环保团体甲渔民已经决定要采取法律行动，要求损害赔偿。新加坡当局也已经开始做调查。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为了要加强医工的防疫，云林县政府特别录播同款基建的宣导内容，用宣传车伫咧放送。县政府表示讲，因为县内医工人数有超过2万人，用无同款的基建来宣传，避免防疫的漏沟。防疫广播车等于以印尼语放送防疫相关政策，针对防疫工作加强宣导。为了要云林县内医工朋友买单落实做好相关的防疫，云县府落地国语、台语、英语、印尼语、越南语、佮泰语6种语言，佮搭配车身写着多个语文，顺会在云县内20乡镇市放送。迄个新闻爱人唔得听有，吼啊无你若外路听无啊。云县府表示，目前在云林县内医工人数超过2万人，为了避免出现防疫破口，出动3台防疫巡回宣导车，选在上下班时间，定点在工业区和菜市出入口等地来宣传。卖无定时开咧各乡镇的大街小巷加强宣导。不只是泰国的语言，包括我们越南的好朋友听到他越南的母语的时候，他也会特别亲切、特别想听。那我们印尼的好朋友也一样哈，他听到印尼的母语自己国家的语言，他也会驻足来听一下，到底我们国家的宣导、整个防疫的政策是什么？云县府强调，因为目前大部分的电视和广播电台防疫宣导，都是以国台语为主，但云林有真侪偏乡所在，各真侪移工的朋友，为了避免移工成为防疫破口，特别落地各个语言宣导，嘛还有移工朋友若出现相关的症状，都会当较紧到快泰山来检验。记者云林报道。为了要避免这疫情对产业造成冲击，全台湾头一座科学园区的体检站，初三就伫咧新竹来成立，就是希望互德科的员工甲家属通好来做体检，而且快筛核酸检测这2种拢有。中山达超过代表1.2兆的新竹科学园区，面对疫情，每一间厂商拢严格控制公司人员的出入。为了加强园区防疫
车衫阁成立全台湾第一座园区体检站，未来会使就近替园区从业人员做体检。怎么样保障自己、保障家人、保障公司，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所以今天有这个筛检站呢，是我们园区厂商、园区员工的一个福音。我们有信心，也最用最大的努力，希望来守护新竹科学园区。那我们服务的对象优先是园区厂商的从业人员跟他同住的眷属。我们希望守住园区，守住台湾的经济。虽然讲比拼全国的疫情，新竹算讲较无遮严重，不过市长林志坚强调，一定要配合防疫工作，才使共度难关。守住竹科，就是守住了我们台湾还有全球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哦。那因此新竹市政府在疫情这段期间我们一点都不敢松懈我们在最短的时间5天的时间，打造了这个社区筛检站目前体检站一天会使提供80至200件的体检量，但是发现民众快筛结果是阳性，会连面进行 PCR 体检，甲费用量测，取予台湾科技产业。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疫情期间唔通拍拍走，大家民众拢踮伫厝里，安尼颠倒互货运业变甲真无用。台东的往来目前也当要大出路，有的农民甲这个往来收成了后，却无货运行要来甲因斗送，农民也真烦恼。台东县鹿野乡延平乡种往来差不多有200多公顷，甲即马7月大出，农民咧采收，毋过受西部、北部疫情严重影响，民众无要出门买物件，改用网络买货车送，造成货车塞车。台东农民采收落来往来找无货车营送，即马往来得要换去，农民拢真着急。车子收银行没有办法去西部。变成我们的凤梨的出销很困难。其实可以收了啊，如果没有主人可以买也不行啊。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初三农委会已经公布，邮局甲嘉义大型货运甲点对点的为合平台提供农民运送，也甲县府联络解决运销的问题。那甚至真的有不知道的话，我们也欢迎打电话到我们的1999，或是说我们台东县政府农业处这边也都可以来为大家做服务。农业处表示，台东往来比西部较慢上市，即马疫情期间往来真好卖，继续以北部上好，大部分往来产销班已经联络好啊，伫6月中以后会来运送。即马采收的小农用利用农委会提供的运送管道，将农产品运出去。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的纾困4点控特别预算要农业的纾困措施，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只要符合资格的农渔民，就当摕到1万到3万的补贴。行政院的纾困4点控特别预算通过，农委会表示，这摆农委会编列到196亿，其中的174亿伫排付了后，会用来做农渔民的生活补贴经费。有符合资格的农民，每一个人会使得到1万块，渔民爱看投保薪资，上悬会使领3万块。陈吉中强调，上紧明仔载补贴到的8日口座，莫着急起农会路坡啊，避免捐助风险。到底是3块的农民会使领，第一要农会资格，我们还有2个部分的农民也可以领，也就是说去年有来申请而且通过的实际耕作者，以及我们跟农粮政策对接的所有的这些农民，你只要投保薪资2万4以下的，你就领3万块；你超过这个2万4的投保金额的，你就领1万块。陈吉中讲，即摆嘛有提供农业纾困贷款，去年有申请农家综合贷款的人，嘛会使过来申请。伫现款的部分，嘛有暂时免息的措施，希望互民众会使度过即摆汹汹来的疫情难关。你只要去年有申请农家的综合贷款，不受一次的限制，今年也可以来申请。所以我们的农家的综合贷款40万，是可以让各位持续的来申请。销售的速度是
是袂去学校做学校营养午餐啊，啊常常是咪学校停课，做迄线的供应的菜量常常怎啊缩起来，哦，啊毋过家庭菜买的部分是增加。因常常无就转过来这边啊。农民表示，有纾困是真好，也毋过即摆疫情的影响，运送的时阵拄着一寡困难。但局长讲，有建立农产品的物流调度平台，结合邮局、民间货运业等等单位，若是农渔民有需要，拢会使甲这个单位联络，得到帮助。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花莲县政府特别和电商平台合作，整合在地店家推出配送的产品，由业者趁机会推出半价配送礼盒，所赚的钱拢要捐予防疫人员使用。自从5月1日，花莲宣布紧急准3级防疫了后，市区就冷冷清清，尤其是中华路的明山街顶馆、高城店家拢关门休困。商圈内的店家普遍业绩都衰退低于1成以下，那甚至都调整了营业的时间。店家烦恼无生理，恐惊生活有问题。县府紧急为大家找找电商平台推出防疫美食包，为消费者送到厝。防疫美食包最快是下周会上线，大约会有15到20家的业者来加入我们的美食包的行列。那大概名店都有。一个业者斗阵配合，以半价卖礼盒，去将所得全部捐出来。我们有7、8家伴手礼店，就想说，我们就把每一家比较精华的东西做出来，那我们再把这些收入呢，来捐出来给防疫人员。业者强调，送到找礼盒完全是了钱生理，希望民众应响应。县府到3间业者找电商平台，目前还在规划，上紧下礼拜应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当日3级警戒学生也拢伫咧厝里线顶教学。根据着民间团体调查，有7成国小学生想要出门，5成中学生因为无法度看到朋友，心情真歹。也有3成中学生，逐工使用3C产品的时间就超过12点钟。对电视、电脑、平板来学习，成做规台湾3级防疫警戒了后，学生的日常生活。伫这段时间内底，因为这囡仔因的身心健康生活拢受到影响，因抑阁会产生甚物变化咧？大小联盟调查发现，讲有7成国小学生因真想要出门，有5成的国高中生因为无法度和朋友见面，因感觉真稀微，抑阁有3成感觉讲会较孤单。这个期间的青少年需要同侪的互动，所以5成表示调试的不错，但是有5成会选择不能跟朋友见面感到难过。是不是可以支持儿少跟他人的安全联络？毕竟维持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伫调查中嘛显示讲，有7成学生因较介意实体的授课，因为会当和老师甲同学面对面来做交流，而且长时间一直真调荧幕，因的目睭会感觉真酸涩。也若伫这段时间内底，嘛干会当挖靠网络来做联系。结果有3成的国高中生因上课甲休闲的时间加起来，平均一天使用3C产品有超过12点钟。因若对家庭的层面来看，有3成以上的囡仔，因感觉讲因的运输权常常去互人责遭到，嘛有3成的国小学生讲，因常常去互大人骂，抑佫有15%的国高中生讲，因和厝内的人有感觉客较袂斗吧。儿少的隐私及生活并没有被好好的尊重到，有些家长只会在上课的时间坐在同学旁边一起跟他上课，或者是闯进儿少的房间看他是不是有认真在上课。无论是上课时间或者是下课之后，爸妈都只认为你没有认真上课，而都在玩手机。大小联盟讲，当这个居家学习的时间延长了后，相关的单位就要考虑到讲，数位产品使用若是讲时间伤过头长，也佫有学生和同学因做伙无法度来满足的这个风险。同时嘛，要强化检视讲，避免有害贻笑的这个无好的信息来流出来。还佫要提供充足的硬体设备，降低弱势家庭甲偏僻地区使用的这个差距。记者综合报道。在咧疫情期间，真侪学校拢改做是线顶教学。新北市贡寮的澳地国小，对2年前就开始准备。学生真早时阵就一人分着一台平板电脑，早登去厝。对停课开始，全校所有课程拢伫咧线顶完成。点名，然后检查他们的体温，然后抄联络簿，然后检查前一天的作业，然后8点半就开始准时上课。澳地国小伫咧新北市贡寮海边，全校只有101个学生。停课第一天，1甲6年仔全部马上线顶上课。
这一节要做数学测验，一样前5名会有奖励贴纸1张。请问这个是几平方公分？按照原本的课表，全部的课拢无绕到去，原本要做的随堂考试也拢无停。 11个人答对，然后4个答错，你答对，很棒。老师，我也答对了。对，很好。乌地国小2年前，多位学生准备好一人一个平板，都连登去无宽屏的问题，今年也解决好了。跟教育局求救，那教育局也立刻呢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信卡。那我们去年mua了一些旧手机，然后让 信卡就装在旧手机里面，当做无线基地台。硬体甲平宽只是第一步，老师安怎编写出适合伫厝内底上课课程才是重点。1、2、3、4、5、6、7、8、9。跳绳可能会打到家里面的家具啊、风扇等等，所以有时候我想说就用毛巾，因为是家里比较方便取得的东西。乌地国小校长阁希望未来就算是复课，也可能结合附近学校继续伫线顶上课。 不然我们一个班可能就一个小组2、3个小朋友，可是我如果是5个学校，我就5个小组，那5个小组就可以讨论，而且我不只听到我们学校的讨论，我可以听到隔壁班、隔壁学校的讨论。空空的校园停课啊，毋过真溪网络顶悬，学生却是继续咧学，就算初期难免混乱，线顶教学，老师、家长甲学生拢伫咧学，危机也可能成做转机。 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在咧严重，加上确诊者扰乱病房情形，医护人员想到了延期。有几落个护理工会出来呼吁政府，讲前线的医护人员根本就无够，也爱重视医护人员一日操每日操，涉及一直欠人的问题。大家不敢讲现况到底是怎样？你所谓的安定民心，你要安定民心，你是安那些民众的心，然后欺负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吗？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峰伫面册直播，讲出心中的不满。会遮尔生气，是因为即阵啊发生新冠肺炎确诊者伤害护理人员的事件，由临床护理员表示，病人对护理师拍声哨、起骹动手是接发生的代志。我自己也被用过右手挫伤，没有办法工作1个礼拜的。他自己有多次就是自己把管路扯掉的倾向。那为了保护他，我们本来就会做保护令的约束。那他不开心，在我转身要离开病室的时候踹我，所以我就直接跌倒在地上。护理师表示，因也是专业人士，毋过袂少病人将因当作是服务人员。即站台湾本土疫情严重，护理人员毋但爱烦恼自身安全，第一线能力无够的问题嘛愈严重。我不太觉得陈时中知道医疗量人的真相，因为医院爆出一个 data 永远是美丽漂亮的耶，我们永远都在做假资料给陈时中，我们永远在做假资料给卫福部，我们永远做假资料给民众，说他们很好。台湾医护欠工，毋是这2、3天才出现的问题。梁秀美讲，基层医护人员不够，整体产业的结构出问题，才会出现病人失控、医护离职等等的现象。嘛，希望民众会当表现好，政府知影对医护人员的需求，政府才会重视。若无，见摆拄到重大灾害，才来补破网，根本补袂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部的天气。北部地区对29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31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9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暗时7点再相会。